佛说阿弥陀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只使给国当元，以大貔貅整120050人机。该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，中脑舍利分，无目犍连，无迦叶，无迦旃连，无基希罗，离婆多，就离盘陀伽难陀，阿难陀罗诃罗，教梵菩提，频挑罗波罗代，迦流多疑，无迦宾那，波希罗，阿耨罗陀。如是定知大弟子，并知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阿逸多菩萨，乾陀诃提菩萨，上精进菩萨，以如是定知大菩萨，及色体怀因等，无量诸天大众机。你是佛国中脑舍利分。